Hello，大家好，阿峰歡迎 K 入我呢段影片。今集短線旅行團系列就會去到中山，因為今次同長輩一齊去旅行，而長輩就住市區嘅，所以就揀咗一個由香港出發嘅旅行團，可以一齊搭旅行社安排嘅旅遊巴，一程車去到香園圍口岸，落車過關之後再轉搭國內旅遊巴去中山嘅。呢個就係香港嘅旅遊巴，一邊就係2座位，而另一邊就係3座位。頭站朝頭早7點半太子上車，然後經過沙田同埋大埔2個上車點，再到香園圍口岸。去到香園圍口岸大約8點40分左右。呢個安排對於住市區嘅朋友咧都幾方便㗎。或者講講今次嘅行程，今次去到中山就會行中山市博物館、孫文西路步行街同埋三溪村。拍攝當日呢係母親節嘅前一日，所以當晚會有一個預祝母親節嘅音樂晚會，一邊食飯一邊聽歌睇表演。而食方面，第一日午餐就會有五指毛肚藥膳雞同埋石岐乳鴿宴。第二日朝頭早就會喺酒店食自助早餐，晏晝就會有至尊佛跳牆宴。我就比較少喺香園圍口岸過關，今次數埋都係第3次啫。過咗關之後，就喺對出嘅廣場集合。今日見到都幾多團出發喎，等齊人就行得啦。我未試過喺蓮塘口岸跟團嘅，所以都係跟貼少少好啲。要搭旅遊巴，首先入返口岸大樓，右手邊扶手電梯上2層，然後直行入商場，落返1樓，再排隊入停車場上車，全程都喺室內嘅。但今日旅行團真係太多，導遊覺得咁樣等落去都唔係辦法。所以就建議大家跟住行出商場，然後過橋去到另一個地點上車啦。今次去中山會經由深中通道，有咗深中通道之後，去中山真係快好多，車程時間大大縮短。過咗深中通道之後，就會停一停萬傾沙服務區，俾大家去個洗手間。因為呢度咧得2-3間嘅臨時鋪，熟食方面我就唔係好啱。去完洗手間就上返車繼續行程。大約12點2個字就嚟到中山第一站食個晏。今日食飯嘅地方叫做祝福閣餐廳，金沙就係打邊爐嚟嘅，食五指毛肚藥膳雞同埋石岐乳鴿宴。主角望落都唔錯，上面仲有蟲草花，側邊個碟呢就係奶粉嚟嘅。另外仲有肉丸、雜菇、淮山、腐竹、脆肉丸。一般餐呢都係跟白飯，今次就特別少少啦，有芋頭臘味煲仔飯，出晒煙就知啱啱煲起。呢個飯呢我都覺得 OK， 幾好食。另一主角就係炸乳鴿，味道唔錯，肉質都嫩嘅，但細食咗少少。甜品仲有香麻脆芋餅，新鮮熱辣，食落都好香脆。裡面嘅芋泥甜到適中，同台嘅團友都話好食啊。食飽咗，見仲有少少時間就出去行下啦。聽導遊講隔離有個墟市叫沙江墟，呢個墟市呢好大啊，分咗6個區域，要行晒真係有排行。賣嘅嘢種類都好多。大家一齊入去行下啦。右手邊呢度就有賣衫嘅，有牛仔褲啊、牛仔衫。另外仲有賣皮鞋、拖鞋，拖鞋都係8蚊一對，都幾平。有小朋友嘅服裝。見到仲有短褲賣，而家天氣咁熱，買返條短褲都唔錯。仲有各式各樣嘅袋仔啊，或者手袋。而左手邊就有一個攤檔賣緊涼果，款式都幾多。見到價錢方面呢，都係20蚊至40蚊左右一斤。有芒果乾、甘草、番石榴等等，都幾多人買㗎。行過少少就有一個批發超市，不過時間有限啦，我就入唔到去。齋望入去呢，都有唔少乾貨產品嘅。而呢條巷左手邊就有賣海味乾貨，右手邊就有賣花同埋盆栽。行到呢度都夠鐘上返車去下一個景點啦。之前冇影到架車係咩樣，而家補返俾大家睇睇。離開餐廳之後，搭20分鐘車程就嚟到下一個景點中山市博物館。聽導遊講入博物館係需要預約，
而博物館裏邊展示中山從新石器時代到近代嘅歷史脈絡，包括出土文物、歷史文獻等等。除此之外，仲不時有短期唔同主題嘅展覽。大家除咗喺博物館前影相之外，入到嚟展館呢一幅好大、好搶眼嘅壁畫都值得大家影張相㗎。壁畫名為《風起零丁洋》，呢幅畫除咗靚之外，仲有文化信息傳遞。跟住落嚟我就唔講咁多啦，等我影俾大家睇睇。呢度就可以見到中山出土嘅石器同埋陶器。博物館係有3層嘅，等我攞咗一層睇下仲有咩睇啦。唔睇都唔知，嗰陣時水上人住嘅地方外貌同埋內籠係咁樣嘅。另外，博物館喺唔同位置放置咗啲印章俾大家收集，印章都幾特別。下一站就嚟到孫文西路步行街，今次係我第2次嚟行，上一次就夜晚行，今次就日頭同埋有落雨啊。上一次已經有工程喺中段做緊㗎啦，但係兩邊鋪頭都有開，今次就唔係啦，今次就差唔多成條街都做緊工程，好多鋪頭都係吉嘅，但都唔係冇嘢行嘅。去到中段仲有一個香山商業文化博物館。呢個係中國第一個以商業文化做主題嘅博物館，有模擬老鋪嘅場景，等大家感受一下當時嘅環境。除此之外，再行遠少少，仲有一個中山公園可以影下相留念。行完之後都仲有少時間，就揾咗間附近嘅糖水鋪食下糖水。價錢方面，大部分都介乎8蚊至13蚊左右。呢碗香芋蓮子西米唔錯。而另一碗薑汁撞奶就普普通通啦。如果大家唔行孫文西路嗰邊，亦都可以選擇行附近嘅商場興中廣場。商場面積都算大，裏面有各式各樣嘅鋪頭、食肆同埋茶飲店。睇返時間都夠鐘集合上車去今晚晚會嘅會場啦，車程大約30至35分鐘。話咁快就嚟到會場，今日嘅主題當然係預祝母親節，所以每名女士入場嘅時候都會收到一支康乃馨。
除此之外，晚會仲有騰雲大抽獎啊！會場都幾大，裝修都好靚，而且望落大約有30幾圍台，全部都係嚟自同一間嘅旅行社，只不過每團嘅行程就唔同啦。原定晚會由大約6點鐘開始，但仲有啲團未到，大會就好貼心，提供菠蘿包小食俾在場嘅團友食住等，個菠蘿包都幾好食㗎。我哋女士們、先生們，大家晚上好！非常開心嚇。咁喺我接下落嚟講下一句之前啦，得大家嘅掌聲好似唔夠熱喎。嗱，我先嗌下3、2、1，我哋掌聲加上呼聲，起手舞，嚟3、2、1，掌聲起！多謝各位。嚟到咗水女遊母親節嘅晚會現場啦！咁同時咧，我將喺度咧代表我哋所有嘅家人朋友，向在座嘅各位媽媽，首先講翻一句母親節快樂！現場有幾多係媽媽嘅？舉個手俾我哋睇好唔好？哇，都好多媽媽喎！咁希望咧，我哋各位嘅媽咪咧，可以喺今晚呢一場嘅晚會當中咧，可以食得開心，玩得開心，最緊要咧係可以同我哋自己嘅身邊嘅家人朋友一齊分享今晚呢一個開心嘅夜晚啊！等我一次過介紹一下今晚呢一餐有咩食。首先有個湯，飲落都幾清甜。另外仲有中山出名嘅魚鴿、乳豬，啲皮都夠脆；白切雞，食落肉質都滑；炸鯪魚球，有啲似蒜泥白肉，食落辣辣地幾惹味；生炒骨、青瓜炒肉片，仲有2碟菜，同埋炆茄子。當然唔少得有飯後果。晚會就有3輪嘅抽獎，我就抽唔中啦，不過我都戥抽中嘅朋友開心。好，第一個幸運號碼係2803，有冇？我聽到掌聲啦！恭喜你！係我哋第一個中獎嘅喎。係啦，可以希望你啦去賺大錢啊，開開心心。晚餐嘅時間嚟到我哋舞台。哇，靚仔哥哥，嚟揸緊時間上嚟我哋嘅舞台。晚會第一個表演就係川劇變臉，我就節錄咗少少片段，大家一齊欣賞下。睇完表演都係時候聽下歌仔。第一個出場就有佛山學友，由於 YouTube 規定我就唔能夠原聲播放。好啦，今朝落嚟呢段時間咧，我就想帶大家翻到以前嘅時候，不如翻到上海灘嘅時候啊！送俾你哋上海灘，你哋應該識唱嘅，等陣不過要聽下你哋啲歌聲先得。OK。呢位廣東嘅華仔，聲音、語氣同埋外形都好似，完全帶動到現場氣氛啊！團友都非常之投入。
晚會結束之後都係時候返酒店休息。今晚入住嘅酒店就係5星標準小欖大順酒店。攞咗房卡就上房啦，今次就住12樓。等我做個簡單嘅 room tour。一入門口右手邊就係廁所同埋浴室，空間尚算 OK。左手邊有個浴缸。洗手盆左手邊台面就有基本嘅用品，例如梳、牙膏、牙刷、浴帽。風筒就喺洗手盆最底嗰層。另一邊仲有個企缸。沖涼液、洗頭水同埋護髮素都齊嘅。水力同埋熱水都正常。出返去就有個衣櫃，裏邊有夾萬。衣櫃都夠大，另外都有拖鞋嘅。電視櫃裏邊呢就有茶包同埋水煲，隔離就有個雪櫃。房間嘅空間足夠，枕頭同被鋪都乾淨。近窗邊仲有2張梳化同埋茶几，方便大家買宵夜返上嚟食。雖然出邊落雨啊，但係都無阻我出去買宵夜嘅決心。酒店嘅位置真係十分方便，樓下就有 Starbucks， 而行大約5至8分鐘就可以去到隔離商場大順新都會。而要按腳或者唱歌嘅朋友，呢度附近都有好多選擇。商場嘅外圍就有唔少嘅食肆同埋茶飲店。而商場裏邊就有各式各樣嘅鋪頭，有賣衫啊、鞋啊、精品等等。另外仲有一間大潤發超市喺2樓嘅。最終我就揀咗一間快餐店，叫做塔斯丁中國漢堡賣宵夜啦。見到有宵夜特價10個9人民幣就有半隻藤椒炸雞，好似好抵咁樣。雖然炸雞就唔算好大，但味道唔錯，辣辣地咁樣，而且即炸，所以都仲好脆啊！嚟到第二日，今日嘅天氣呢非常之好，影一影由房望出去嘅中山市景觀，都好開揚。早餐就會喺酒店2樓餐廳食自助早餐，由朝頭早7點半至10點，其中一個用餐高峰期呢，就係7點半至8點半呢段時間，所以導遊就建議我哋8點半先過去食早餐，避免要等位嘅情況。揾好位就出去攞嘢食啦。首先見到就有酸奶，亦都有沙律區、秋葵，隔離仲有幾款生果。行過少少就有窩夫、迷你菠蘿包同埋多士等等。嘢飲方面就有咖啡、橙汁、鮮奶、豆漿同埋熱茶。熟食都有好多選擇㗎，例如有煙肉、烚蛋、粟米等等。餐廳呢都會按需求補返啲食物嘅。烚蛋唔啱嘅話，呢度都有煎蛋同埋太陽蛋可以揀。粉麵都係其中一種受歡迎嘅食物，仲可以加小雲吞。呢度就有幾款嘅中式包點，不過就唔知咩包。另外仲有糖水同埋隔離嘅白粥。我覺得呢間酒店嘅自助早餐食物嘅賣相同埋質素都唔錯，款式都算 OK， 座位亦都唔係排得好密。離開酒店之後呢，就去食午餐啦。餐廳名叫做水歌美食城。今日嘅午餐就係至尊佛跳牆宴。
呢煲佛跳牆都有好多材料，有魚翅、魚肚、鮑魚、水魚、清遠雞、海參等等，飲落味道都唔錯。等我影埋其他餸菜俾大家睇睇。行程最後一個景點就嚟到三溪村，或者講講點解呢條村叫三溪村啊？三溪村係因為村內有3條溪流交匯而得名嘅。呢條村係好有歷史㗎啦，因為佢係起喺清代，而家經過活化就成為咗旅遊嘅景點。部分舊嘅建築改建成文青咖啡室、創意工作室同埋民宿。沿途呢，我都見到唔少私房菜嘅餐廳，當然亦都好多鋪頭賣手信同埋土產嘅。呢度真係有各式各樣嘢賣啊！不過最受歡迎嘅都係乾貨，而前面呢一檔就有水果賣，其中菠蘿仲可以即買即開即食喎。繼續行入去就會見到之前所講嘅咖啡室，有時間入去飲杯咖啡，欣賞下舊嘅建築，都係另一種體驗。嚟到呢度旅程都接近尾聲，之後就會送返關口。雖然呢個團呢係母親節限定團，不過我都講講今次團費幾多錢啦。團費就係港幣499，另加導遊費每日80，兩日即係160，總共就係港幣659蚊啦。好多謝各位支持我呢個短線旅行團系列。如果中意我呢條片嘅朋友，請讚好同埋分享呢段影片俾朋友。歡迎未訂閱嘅朋友撳我訂閱掣訂閱我嘅頻道。下集再見。